好，来继续来看国军马祖防卫指挥部，讲有士官兵甲诈骗集团来交结，以每个月3000至5000块的代价，提供户头，互诈骗集团来做人头的口座。讲涉案的士官兵高达60个人。 马祖的两栖部队乘风破浪，伫海上实弹射击，目击中共向向为海上发起夺岛行动，是讲敌人未前来马祖防卫指挥部，敢若有诈骗集团交结士官兵的诈骗事件。本案系由连江地检署发动，透过军司法联系窗口，与本部共同查获犯嫌，全程秉勿枉勿纵、刑惩并行原则。这件诈骗的地点伫马祖南竿指挥部甲伊的下属单位。经过了解，敢若有士官兵甲诈骗集团交结，以鸟车会方式诱人，买官兵的口座，以经营电商的网站需要口座为理由，私底下1对1的单线方式诱拐官兵，以6个月3000至5000块代价，提供口座和诈骗集团使用。涉案的官兵恐惊超过60个人，这严重影响到岛上的战力。伫马防部接到检举了后，随配合保防甲督察单位，全面对官兵进行清查。 从这一次马防部的事件来看，其实它不是单一的个案，而是整个制度上已经产生了结构上的一个改变，而且这是非常大的警讯。可是国军系统它相对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生态系统，所以如果有心人要刻意利用这个封闭的环境哦，所有相关联的人都必须要站出来说清楚，甚至检调单位必须要积极的查。 经过了解，相关的人拢已经移送连江地检署侦办，已经顺利去找出过来的带头的士官兵。涉案的官兵除了将面临相关的刑责，嘛要严厉改因态度。是讲涉案的人数遮济，那诈骗的问题，爱互长金建币的问题，嘛爱提早应用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